呦那哎呦，你们是姐弟恋吗？姐弟恋。哦对哈，其实你两个冲亚叔哥很有默契，对，所以你们是可以继续走下去啊。唐贡送一拜啊，转译以后哈，非常后悔。你送买有哪个挑哎？三国志，哎。心路开哟，莫从各位心上，闹热大擂台，闹热向下來。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阿鳳姑啊。今日講嘅係鬧熱大擂台貼嘅計劃嘅，係冇錯，金曲嘅 PK 賽。哦，又係一啲單元啊，金曲 PK 賽啦，嗬，係啊，咁分出兩吹，同樣，誒，係鬧熱吹，擂台吹。擂台吹，嚇，誒，我還要買後款，嚇，沒後款咧，然後一吹擂台吹，但是沒有比哦，係啊，分數打出來，那個是贏那個吹哦，就能拿到1萬膠啊，1萬膠，1萬球哈，1萬球，就1萬塊咩？1萬塊啊，客家人講較粗魯啲嘅嗬。哦，1萬膠啊，怎麼得到1萬膠？係咪嗬？誒，嗱，歡迎啊你啊！鬧熱吹擂台吹嘅，鬧熱吹擂台吹，加油！前面有一排是鬧熱吹，係，後背嘅排是哪個？擂台吹，鬧熱吹冇乜反應。誒，鬧熱吹。氣勢輸人，看起來較老的，有比你永遠是係太子哦，一九冇來的哈，係咪？當九冇來哦，青後堂，好像客家界的菜體，冇錯啊，對不對啊？金玉米，哎呦，全部都非常的傑出哈，拿出你們的實力來。雖然1萬塊沒有很多啦哈，但是不無小補，好不好？拼一下，好不好？邊下一？雖然沒嘛正式比賽，但是有欣賞啊，沒有以為你搶到你會欣賞，沒有搶你蝙蝠那裡，好，來了 TV，好，東東欣賞，小穎欣賞，有 Selkie 蛤蟆老師，今天就要麻煩3位老師了哈，麻煩了哈，來聽評分，有請啊個鬧熱吹 TV，就係你客家菜青李金雲帶來秋實，還有東九冇湯去唱歌的。相思踏水城，夜夜走不扬，甘甜是乡情。中秋夜演出兄弟，夜下恋情只见挂彩绣。
客家界的蔡琴。哎，今年这吼，哎呦，一条歌有点唱啊呢，好老歌的香港恋情哟。哎呦，有些唱，有些唱。如今你在哪里？你说说嘛，用fin了fin。哎，阿杰啦，以前哦，从那个秀场的时期嘛，常常看阿杰啦坐在那边。嘿，是啦。香港的乱情啊！对对对，非常的有味道。只有他唱这首歌特别有味道。哦，但是今日唐创一条我们就是要按后堂，按姿势。对呀，哎，一九冇来上嗰啲節目嘅。係哦，有一層嘅。前一部有來啊，有來辦咩特別嘅嗰個節目係啊？唔啊？老嘅李進才 PK。哦，做魔王係嘛？哦，對。學長姐啦，唔係魔王。學長姐，係啊。唐公佢今日咩彩電冇辦法來了。喲，唐公本來參加比賽哦。係。哦喲。參加乜嘅比賽？跟住但啲人節目比睇嚟係比乜嘅？乜嘅天籟之聲啊！啊，天籟之聲哦，叫個評審呢。啊，你比嘅咁有乜嘅獎項，係要得到乜嘅？做一隻獎比。獎比哦。唔得到睇到咩啊？俺唔知，唔知啊，是先送嘅，先做，時間要落雨嘛。哦，意思講做係要得到名次嘅話，做嘅獎比啊。係，就充歡喜。佢好唱歌嘅，咁樣做呢啲老闆係有安尼記比嘅吧，咁樣上好好展現佢嘅後生人，冇得個糖啊。我有舞台。對嘛啊，係。有興趣啦。有興趣。有興趣。冇錯。做咩有人家台灣呢？攞一批就帶通，安尼後生演唱會，誒，上哎，因為有樣嘅，張上位嚟蛤蟆鬼，蛤蟆鬼，客家歌啦，蛤蟆鬼啲嘅，蛤蟆鬼。好啦，你唱的唐先生嘅公平啊，嚟，好嘛？東東老師，好，金元基哈，我知道我金元基今日唱親吼，中氣十足哈，因為確實有唱蔡琴的嗓音，也給中低音部分蠻迷人的，一響眼啦哈，各位，啊，知道呢？你今日現在亞洲國嘛親吼，多配上你的，就有點年齡那樣誒，有經過歷練的咁誒，給歌聲出來，給字句出來，之後特別後堂吼，也有那個韻味啦。尤其係前面嘅如今你在那一 V 係咪啊？給前面嘅轉音啊，之後後堂，我說那個今日本意過分了哈，加油，後堂，前後堂，哎呦，一首。看到唐都按的後堂嘅聲音呢，之前嘅就像年紀較大嘅朋友啦，人家節目比賽，怎麼講？係啊，老人家，同人家後生人比唔樣，但是他那時候比賽，你得到第幾名？第三名。工作嘅按你歷盡滄桑，給年輕人沒有按你感覺。對呀，係啊，你要這樣的咪西上出來了，給人火候啲，給某年齡呢堆壘出來，給某發當然，扛住啲。對呀，就像東東老師，他就是年紀的堆壘出來，他那個。總是啊，嗰邊唱阿叔嘅，對，總是啊，嗰唱邊阿叔嘅。冇，幾幾講嘅，真會聽得出來。冇人用上。好，陳夢先生，好，分數打出來係嘛？打出來了，打出來，按照看一下大概分數好嘛？嗱，我出嘅李娟瑩嘅分數。好嘞。按姿勢，好，96分。改了96分，總共分。謝謝，按姿勢。安尼你看，嘿嘿。開始個人歡呼咧，旗開得勝。哦，只有人帶通，安尼迄個什麼96，加下去嘅話，應該都一樣。一般叫做安尼啊。鬧嘢吹死起來，給某一天呢，他該加油啊，他該加油啊！好，好啦，按姿勢，謝啦，金元基，好，謝，回頭休息，按姿勢，好，搶些困一下，係，撒下人家擂台吹，擂台吹係排除係總點名帶來愛吃遠風來，意思人家冇講名做錯啊，帶嚟有電有面咧，講名的，來，頭哥。來自遠風來，萬里關山一迢迢，天將好風起，滄海茫茫何處寄托？滿行雲，託流水。
江山不怕难言就是勇，但见航运后烟穷似意，在夜梦之间也黑空。行泪转头行一遍，一路寒沙，在塘畔也中。远风来，万里关山意迢迢。天将风雨，沧海茫茫何处祈求？满行云同流水。江山不怕难言就是勇，但见航运后烟穷似意，在夜梦之前也黑空。含泪转头行一遍，一路寒沙，在塘畔中。唔可能令泪太吹啦，谢谢，拍出来。哎，对，因为他有受过这个专辑啊，光明灯照亮过，对吧？哎呀，光明对，有光明的那个照亮过，啊，佢有个呢专辑的淬炼过，所以而家佢唱歌出来模腔样啊，对嘛？对对，可能泪太吹，第一棒就这样。对对，哦，人家声音真的从头摆来比起来，甲动稳听呢。后堂，还有大音又稳。哎呀，谢谢。之前德明国有在那节目当中比赛过嘛？哦，有参加比赛。有参加比赛，人家太太没有来比赛嘛？对，用他的比赛，用还有副唱好对标哦，夫唱妇随，对标哦。对啊，比他以后啊，因为就是现在已经退休时期了。啊，对，就是生也不愁吃穿啊，家里还有一袋金山银山啊，家里有一袋哦，一袋啊，你啊，一袋哦，家里不错了，环境不错了哈，就想说啊，冇寫好咗，哦，退休了咩？唱歌又要去搞兴趣咩？还是这来吹一种唱片啊，就找制作人亲点一下，哎呦，点到一只蛤蟆，孔子上山来练蛤蟆黑冇，哎呦，有在现场吗？蛤蟆，哎，蛤蟆，对，老蛤蟆，就请尤少奇老师有帮他制作了一张专辑，哦，不是客家专辑啊，霍洛专辑，霍洛派，里边有一首客家歌，哦，对，那张专辑我有，真的制作的非常的好，一般一开始讲安呢。青菜做味哈，或者觉得那个专辑一看就是很没有质感，他那个专辑真的是做的哇，就是那种规格都是金碧辉煌，也不知道金碧辉煌，就是这规格是会一般大唱片公司董英整做那种的，我里面有听歌，真的也做得真好，还蛮有几笔哈，同样太带了，好，谢谢，好，按自谁，就抢人制作人啊，然后很公平，来，蛤蟆老师。其實張德明大哥後來以前啲人咧比賽嘅時間，其實平均嘅水準都同好咧哈。整體哈就感覺就是像我們今天參賽者啊，你們這邊強樣哈，就我發現就是有人咧比賽過嘅選手哈，佢攞俾比賽個轉來哈，穩定度不一樣，個表情、個唱歌嘅曲舌哈，還有個架勢哈 ，pose 都冇強樣。那我感覺就張德明大哥的經驗的練習哈，他的穩定度，還有唱歌的這個轉韻哈，哇，進步
动多，进步动多，对。好，给鼓励，好，对，谢谢啊。我要就看一下重點名哈。看一下你嘅擂台區嘅重點名嘅分數。96分啊，96分，加檢完知道96分，好，的評分啊，第一階段評咗，評數，唔吧，啊，你做看後背咯，係啊，看那最多拿到1萬了，什麼？下一位有機會等下睇嚟，叫我嚟唱歌嘅，好嘛？叫我嚟對唱，安子先，什麼那個？重點名睇過，去看下，沙嚟，鴉片咧，牙齒嘅，陣部分還有牛心妹帶來，阿哥阿妹強下來唱歌，嚟彈歌啦，哎呦那哎呦，你们是姐弟恋吗？姐弟戀，對哈，其實你兩個創業說過很有默契，對，所以你們是可以繼續走下去啊。你無情的好，花無放的風，阿哥愛戀愛講後生，阿愛戀個像戀愛喲，這呀個攏動狂，手來戀愛好夢。我冇愛你。看到你微笑的，哎呦那哎呦，可昂叫相擁客單，莫過變來好夢。錯，戀愛人打落，阿哥愛戀愛盡奔波，阿妹相約無天錯嘅，這呀嘅攏動狂，真笑我無奈何，我也無奈何。奈何無奈何，可背來唱山歌，愛唱愛意來火。安陽嘅山歌，安陽嘅對歌，安陽嘅對歌。
人来闯祸，爱恋就来恋，爱就来恋爱火就来爱火，就来火，向下来唱歌。掌声鼓励！哎，梁碧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哎，哇，两位的嗓音都暗好，嘿，哦，嘿，也表演还有循序渐进，对，一条啊无擦嘅啊，好了感情进来进哦，感情来吼，进白群啊，一开始较上足呢，后来有感情的，有演技，呢，对，哎呦，哎，两位的嗓音又越来越好啊，嘿啊，真的有打得清楚，因为带动拳呐，动拳哦，所以有创一条歌，有特别练习都做嘅呀，冇哟，冇特别练习，他几个都台上见就冲了，大家拢懂莫喊呐，哎呀，各自练习的。哦，各自练习，都向前看，向前看，都要向前看哦，啊。哎呀，没黑了，没黑，所以你是向那1万块看就做呀，哎呦，势在必得就对了，不会冇很简单呢，哎，这两位唱都很好，开玩笑，对嘛，还不错啦，还不错，谢谢。最近的磨喊嘛个东西啊，哎，那就用双课，双课，你还有搞学生的数学课吗？有啊，还是有在学校上教课？学校还有在嘿国中班，还是送咩节？上班啊，上班啊，哎，哦，还忙退休，还忙退休，跟接到一只通告的时阵，你时间你也冇感觉，就是当冇喊啊，哦，就要接天发啊，又天发，对啊，还冇喊，啊像哟诈骗集团嘛，诈骗集团，老爷大陆，应该冇毛骗呢。哎呀，你像按究都冇錢啊，因為敷衍嘅我錢上節目係啊，哦，所以還注重也厲害，比如說簽條擺資料，哦，有哪位潛水朋友創多好嘅，哦，表演好嘅，佢會記起來，寫起來，誒，關於要當用心啦，用心，來為他家盡一點心力。對，啊，沒什麼啦，我安子些，什麼啊，兩位人哋衝起嚟，啊，要 make 嘅，要推俾人鬧嘢吹嘅，好嘛哈，來看一下，請你嘅小隱形先生，來公平下嚟哈。你們是姐弟戀嗎？姐弟戀，啊對哈。其實兩個創業時候很有默契，真嘅。唔講冇練功，我唔相信。真嘅，啊，親厚，心心相印吧，可能。尤其人哋博文哈，變帥了。變帥了，你今天黑那給那個大姐，我講你是誰啊？博文啊，你變瘦了耶！哎呀，你改個中低音跟我們羅哥一樣，很好聽。哦，他比我還厚實哦，哎，我現在已經老化掉了，有一點骨質疏鬆了，哎，骨質疏鬆哎，中間會有氣縫了哈。博文真的你的中低很扎實，哎，請講。啊呀，我們老姐哈。改個嗓音輕幽，從線條，氣色好，很清亮哦。對，很適合唱小調。對，圓圓。對，所以你們是可以繼續走下去啊。繼續姐弟戀走下去就到呀，在。色心上癮。你為什麼看到誰都要在一起啊？你很奇怪的。他每一對都要送出對，真的。哦，好了，你兩位衝出來了，看一下啊，撈嘢出去都拿對頭過來。看一下你嘅斬破文還有鳥什麼嘅分數？96分。什麼先生？今天那個燈就只有9跟6啊。只有9跟6可以啊，不是96就是69。還是大家都是哇，實力相當，是吧？全部96。等下就唔會咧，等下會喊下歌。是嗎？聽錯係啊。真的。我都要唱到清好啦。唔過裡面唔係開玩笑嘅啦。對。大家都長厲害。係。長厲害係。喺呢邊要幾位執過來哈。好，我們大家談。好，安子姐多謝兩位，謝謝。怎麼樣？好嘞，最後一位當我坐。我愛沙皮。哦，下一組真的很恐怖。唔會講咧嘿咩？哎呦，慧茹老師呢？哎呦，馮思權演出冠軍呢？哎哦。會講咧嗎？會講。三號嚟咗，總飛還有彭思權帶來謝總鳳，謝總鳳。沒好落過誒。哎呦，唔啲有談款哦。
搁讲起，我头只有加添心稀。历史夜晚，为你一人绵绵情意，放弃变成空。亲像你的梦，阮的心袂轻松。为你，我心惊动。中秋又风动，只有玫瑰山中红。风光也曾残水流。莫流星天东游，了爱相依的你的故戏，今夜只剩孤阳对酒杯。夜下窗台，扬情电台，远方给你来你怎转来？心叫无散，比你爱无责任感。秋意动来心有人，只有玫瑰山中红。夜下窗台，扬情电台，远方给你来你怎转来？你送来的心叫无散，比你爱无责任感。秋意动来心只有玫瑰山中红。哎呀哎呀，掌声鼓励！哎呀，老哥好，今天学好。还有诗给，有时候这个昔日哈，对，老师都是坐在那一边哈，按了拼呀对哈，哎呀，没想到有一年真的有TV 合作，还是会发抖你会紧张哦，我还真紧张呢，唱到声音都会发抖。哎呦，一开始接到这个通告的时候，你看啊，哎。我觉得呢，金台杯对我来讲，电脑业打开，因为我从小到大是去参加过任何的歌唱比赛，我们是参加过，但是呢，我所有的比赛全部在脑业打擂台，哎呦，对啊，全部的比赛的他就在这边，对，当评审也是要比赛的，对啊，而且他从小到大都躲在幕后比较多，对，所以我每次在那个脚都一直抖，一直抖。我第一次穿这样就会看到我的一直抖。哎呦，不会冲得清红，很特殊哈，清干哦。雪中红一条歌，火龙果，对嘛哈，火龙果大家真的耳熟能详，但是过会做客家词，过会客家歌词，因为歌词也蛮乖。爱同池中人有核对过啦。哎呦，你佢有时间反中文的学法会不通顺，跟韵脚会不同，然后又加上有的会是，比如说。不用和你一个母音跟一有吗？不用构音，对歌手来说其实没清后冲，所以有时间润要润一下那个。对，哦，厉害厉害哦，对，不容易。好了，哎呦，两位，对，冲的嘞，看有没有办法赢我们的啦。林川阳啊，抢东东青山。好。
其實同上一出嚟比哦，從展拍王過嘅年有什麼兩個合唱嘅唯一的冇 Q 嘅地方，劇集地方點點。好，它前面一組兩個高低差頻率抽離感非常美，不過人家聽一吹呢，那個慧茹老師同世軍他亮啥號，唯一的不同，你們粘合度很夠，啊，他的粘合度很夠，因為都耳機特別彈一類，兩個更有那個如膠似漆，哎，反正我講哈，如在一起，要在一起，懂念就會啦，在一起，跟情侶，跟念沒感覺，這係真正對唱的個精髓。好，個之後佢嘅懂念，而且兩個從T團唱到 T 團，到進入第三的最一小段的時候，客花嘅鋪要加上加嘅holo。兩個改到就蠻漂亮的，而且感覺唔出講，也好落花同客花嘅分別，也懂反正如膠似漆哈，兩位可以好好考慮，真的非常搭。不要看畫面了，因為可能係神交就好，神交，對，木祖塞比來，真的是戀人在唱歌，木祖塞比來。知道些吹歌，我跟你講，宋一竹講的啊，跟蕭老師講的嘛，個姐弟戀啊，咁樣啊，這已經升級母子。可是我今天，對啊，我今天有跟世軍說，可以懂 Hill 賞啊，貼白空的女生，唱得不錯。我跟你講，年度冠軍啊，我賺到。我今天還跟他講，世軍，我唱完之後我會靠到你身上。對，老師要靠在我的肩上，說沒關係，難得可以靠一下肩膀。對呀，故事鴉片愛就是雞蛋裡挑骨頭啦。真的是非常接近，我的分數有一點點差別，跟比兩位平板欣賞很用的看法，我買看法還那個粘合度很蠻喜歡的，兩都 Q 那糾纏像一跳 tango 一樣，哎呦，多塔，恰恰都了 tango 謝謝老師，一對是姐弟戀，一對是母子戀，我們升級了，看下母子戀的分數有哪個麼？哎，你擂台出嘅總比還有彭思娟嘅分數，有詩有精神。又是精彩。為輪下，你幾多歲？理論34歲。你多歲？那多嘛？那麼多嘛？唔上誒，切假，唔會盲家，唔會盲家，係啊。愛送你離開千里之外。你說我摳好像也不是最摳的那個人啊，你不是最還有人比你摳嗎？那熊多摳的人是誰？知道嗎？哦，金小姐。你擂台出嘅總比還有彭思娟嘅分數。哇！96.7，在一起，耶！哎，一般 Q 有愛分嗎？有，講嚟算哈，好啦，抱久一點，謝謝啦，謝謝老師。好了，好，帶下去，好，帶回家去。祝福你們。哎，撒下來。哎呦，撒下來。通用哦。哎，也很牙癢了哈。嘿，兩牙癢。目前了哈，但他沒牙癢。對。假使你冇牙嘅話，其實我們有點擔心嘛。係啊。因為第三組冇通用嘅，也比模仿。哦，模仿比賽啊。哎呦。你看你嘅組有冇氣勢就弱了，是樣子感覺不錯了，但是衝的部分，唔知叫好嘛啥嘛，鬧嘢嘅單雷啦，哎呀陳雷啦，叫佢衝反應就好。人生愛更需要攏了解，有時啊清醒，有時精彩。有人講好，一定有人講歹，若莫想遐多，咱生活較自在。規工嫌車無夠拍，嫌厝無夠大，嫌菜煮了無好食。
真无受歹看，驶着好车行人头，大厝歹摒扫，食甲收好，也洗也到，随我对人走。人生倒倒，好亲像咧佚佗，有时啊烦恼，有时幸福。问我斗倒，我该有啥法宝？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人生海海，敢需要全了解，有时有精神，有时精彩。有人讲好，就有人袂讲歹。迄梦想暗度，因生活较自在。规个嫌菜唔拉酱，嫌木的唔拉太。嫌菜煮了无好食，嫌不让天难看。四道好茶咸人挑，太木的难变数，十道中好姜细也高。不让我替你走，迄人生的短短，就像伫底到了，有时当烦恼，有时辛苦。不爱多待，有时又嘛该发宝，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规个咸菜唔拉酱，嫌木的唔拉太。咸菜煮了无好食，嫌不让天难看。四道好茶咸人挑，太木的难变数。十道中好姜细也高，不让我替你走。迄人生的短短，就像伫底到了，有时当烦恼，有时辛苦。不爱多待，有时又嘛该发宝。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呦，哎呦，哎，陈雷有陈雷有这一套吗？这一套不是黄安才有啊？对呀，林冠群没有，林冠群没有，林冠群也有呀。哦，颁奖本。对。哎，还真的有点那个味道哈。有呢，有腔呢，嘿呀。你觉得伤都冇穷滴滴的？伤都他死我了。哎，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有陈雷啊嘞？哎，真嘅有腔呢。有嘿嘛。嘿。之前去老布卡宁吼去进香的时候，有时候有一摆去一冲，咩陈雷大哥唔知哪首歌曲唔记得咧，过来冲来说，哎呦，有唱陈雷哦，慢点讲，唔只系讲，冇，唔免硬只系讲，喺当到人嘅有人查，小司某逢的吗？冇啊，哦，拖落歌曲做法有奇怪，天小杯更掉啊。唱歌本来就爱用，天下的风景头，头家面臭臭。哦，这唱到你都发觉讲有一种能力，就唱。有模仿，有清腔啊，很厉害。头好教就讲，哎呦，头好教做对表演开呢，佢有弹过王心凌唱陈雷的歌曲嘛？哎呦，唔是弹过王心凌，王心凌的歌曲用陈雷的风版，陈雷唱王心凌的歌啦，陈雷，你倒装句，你歪过来的黑毛。王心凌唱陈雷歌，陈雷什么乖乖？哎呦，如果陈雷唱王心凌的歌，哎，那一条唱过来，我唱那一条，爱你。听快一点。哎呦，还有骨头，还有。哦，baby，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点，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哦，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点，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有做的嘛？做的，几好的嘅。
王心凌自己出了，冇可能就不会疯嘞。对对，哎，轻神器很厉害哦，对对对，很特别的唱法。对对对，哎呦，很厉害呢。陈雷，你知道吗？他在新加坡多红的，他是第一个哈。第一个台语歌手，站在新加坡的国庆晚会上。哦，正经哦。新加坡其实它也是禁止方言的国家对啊，它现在还也是方言在他们那边还是有一点稍微克制一点。但是很奇怪，他那时候就刚好出了风景桃那个，他就那边的唱片公司不知道如何安排，就让他上了新加坡的那个国庆晚会，他就上去跟那里风景桃，疯了。整个新加坡有80%都是福建人，你知道吗？对啊，他们平常都是私底下讲方言，但是你说在电视上看到的都全部方言，讲华语，要不然就英文，就2台嘛。突然，哎呦，2台播出，给从红到我跟你讲，所有包含他印度语、泰语、马来语，全部都翻他的这些歌，翻那个风筝，翻唱，风筝头，然后他是第一个台语歌手在新加坡开10000人演唱会的一个台语歌手，哇，正经清风嘞，懂，但是现在退流行了。聊黑罗歌衣吗？问我也退了，我也退了。不会啦。对。哎呦，模仿都清穷，很像。像那个欣赏的公平哈。那个摄影欣赏，为论下，你几多岁？理论34岁。你多岁？那做嘛？那么多嘛？你上个七家，唔会忙家呀。你做的伊好多微妙为乔真言当披风，嗰亚述歌又轻快又快的歌曲，尤其迄反都客家歌噶又贴丝，你在一拍里面多2-3个字的时候，你都可以唱得很顺。真言当腔，因为结果唔好唱，又反客家，又国家唔好唱，唱到当顺哈，嗰个中气又当足。好，以后我觉得你可以往这种方面去。不是，我跟你讲，你唯一不足的就是你有2次的尾音那个抢拍嘛，那没有关系，那就美中不足。我们在台上要的是一个感觉，你可以让大家会去注意到你，叫做清腔，有一点点美中不足，那叫残缺的你。按你嘛，还有残缺的，好，以后可以往这个方向。残缺的美，客家陈雷，他改陈雷啊，对呀，还可以封为最帅的谐星。最帅的谐星，你就跟那个林冠群2个可以结拜。有条路的，对，看一下，佢都拿到一度。哦，然後一出嘅李比倫嘅盤數。哎呦，96.3分哦，又赚了一点，没拿过按狗粉，哎呦，真的啊，不是拿过按狗粉的时间没拿过按狗粉，你看排比賽就衝嘅單雷嘅歌上就做得，但條歌都按用衝，好，加油，繼續加油，好了，可以做消息，哎呦，沙哈雷不得了了，你流暢到巨星退休了，還比到你熬夜大擂台了，都封麥了，都還來到節目當中，還進入我的擂台隊，擂台出。所以我們鬧熱隊真的沒得拼啦哈！哎呀，冇好拼的啦！你鬧嘢嘅費玉清，好了，帶來千里之外，還有後堂來，的各位，千里之外來。屋檐如悬崖，风铃如沧海，我等雁归来。时间被安排，演绎成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夢想內馬薩啲窗台，老嘅劇打開，嘅碰你生意嘅未來，奈唔可你拆開，愛送你離開千里。
里之外，你也懂我奈。感情年代也不應該被有人嘅相愛。愛送你離開天涯之外，你敢稀罕彩？天生何來傷心難猜，用一生去等他。琉璃白，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释怀了悲哀，我淋湿现在。芙蓉水面采，春心应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夢想來馬殺啲衝開，老嘅腳打開，嘅薄衣裳已嘅未來，奈何你拆開，愛送你離開千里之內，你也懂我奈，天晴年代也不應該配有人嘅相愛，愛送你離開天涯之外，你敢稀罕彩？天生何來傷心難猜，用一生去等他。我们这个什么节目可以请得到小哥？已经退休了，真的。对，退休之后有点发福了，是不是？哎呦，我还没讲，我想说你最近是不是过得特别安逸，退休生活，所以对吧？把自己就吃肿了哈，吃东西都不用过油了，是不是可以很不用节制？对，我知道你之前因为我们合作过嘛，对不对？你之前吃东西都是比较讲究一点，对，是不是？退休以后就是哈就不讲究啊。这个不敢当然说，今天小哥来到我们节目，当然现在坊间一定很多人想要知道一些问题。对呀，最近闹得风风火火哈，这个新闻真的很大。是啊，法师姐姐是不是？是法师说你是一个这个牙刷有没有？对啊，牙刷一毛不拔的。是。就是说我抠门啊，我觉得好像。说我抠好像也不是最抠的那个人。你不是最抠，还有人比你抠吗？你知道熊大抠的人是谁？你知道吗？我们金小姐。那个抠好像不是那个抠啊，对不起。某公用。你还知道对不起，我原谅你没有关系，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对，照的口业，这一定是制作人，我知道啊。对，制作人小哥没您的事，我下去再处理。是，那口业要当分担一点。对，罗哥，上次我们在台南见到的时候，知道罗哥第一件事。第一句话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说什么呢？说我的职业道德到哪里去？对，他说因为罗哥，你看他保持的非常好，对呀，对，然后就是他时不时就要展现他的身材，真的哈，对，没有错。不用时不时，就站着我就在展现，没有错。他看到我就说你这个职业道德有点低落，他其实就是歧视我们这种人啊，真的哈，对，我们怎么呼吸都会胖啊，对呀，你这是你的特色，对不对？他以前不是这样。那这就要检讨一下了。对，是没办法，要前一阵子有点，是我还以为小哥你去整形呢，真的，我觉得失败了。哎呀，打错药了。没有，这多年来真是小哥的必应啊，真的是的，还能够靠他生活到现在。哎呀，真的是。您就是小哥本人不是吗？还是不能欺骗观众朋友。虽然打了马赛克，我知道，有一朵花在你脸上没关系。他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哎呦，小哥真的吓了一跳。
对啊，哇，怎么声音唱的比我还好？哎呦，像到这样还比我还好，这样子，真的哦，还好啊，看他本人，就放心了，是不是？哎呦，讲到小哥啊，大家最喜欢听他讲笑话。哎呦，请问啊，如果阮经天，爸爸的舅舅，我要怎么称呼他呢？阮经天，他爸爸的舅舅。阮经天的爸爸的舅舅。应明天。今天阮明天就阮趴趴。阮经天，不会叫阮趴趴吧？啊，阮趴趴，哪个地方趴？没有，我只是顺着你的思路去想。喜欢买阿姑，再比阿姑再高一级的。哦，阿姑更高一级，再高一级，辈分再高一点的。哦，古公的阮古公。好啦。阮古公，今天的爸爸的舅舅，舅舅是谁？古公啊，阮古公，阮古公，还有嘛，还有，而且问我们那个注音符号喝啊没有？喝，如果不小心按错了，按成一行之后，这一串我们要叫它什么？呵，对呀，还是长。为什么是长长？对，那个是那个简体字的长，对，没有叫做贺一行。可以，真的吗？这个不会讲哈。这个有一列火车上面啊，这个现在都推行要妈妈自己亲喂母乳嘛啊，所以妈妈就抱着一个小孩，那小孩在哭闹了，他就开始要喂他，小孩子就哭啊，不喝，一直不喝。妈妈怎么劝他说：“哎，你再不喝啊，我就给隔壁的阿伯喝哦。”哎呦，小孩子哪听得懂啊？小孩子不喝就不喝嘛。火车就过来，一路从台中到屏东，隔壁的阿北就忍不住说：“哎，这个妈妈，你赶快做点决定好不好？如果你小孩子不喝我从台中等到现在，忘记。”哎呀，对呀，对，叫你小孩赶快决定。哎呀，你不要开我玩笑，是这样子吗？这阿北要等很久了哈，对呀，他饿到肚子饿了吧？真的。小歌唱完了，对不对？是我今天要被希望到嘴哪里吞呢？我没听了，来听一下蛤蟆老师。蛤蟆老师，谢谢老师。这个永杰好，是在电视上还有其他地方有听过你唱了很多次，那我一直没办法，就是体会到，就是说，其实，在这么高频的声音上面哈，你也港演啊？你们是不是哦？是，那你刚才把那个硬学的，对，很标准哎。虽然有几个字发音不是很正确哈，但是你那个频率那么高，可以把客语发完哦。我觉得我们参赛者哈，可以真的好好去听一听看。就可以把那个客家的比较多元的风格可以提升哦。是，因为刚刚频率那么高，可不可以示范一下到底是频率怎么到了头腔还要再上去，可以上来那么高，而且你频率可以那么稳，是不是有什么那么松哈？对，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因为费玉清那个大哥他因为唱那么久嘛，实际上他声音是比较厚、比较宽一点，那你是比较细嘛，对不对？那一般在高频上是维持不了那么久的。对，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应该是长相的问题。长相就是长这样特别会唱这样喉腔共鸣。又要抠头，是不是？就是其实我觉得是。可能因为我平常讲话声音也比较高了那你平常就让自己讲话的位置在高位置的地方那讲话跟唱歌不会差这么多的时候，对。像高凌风这样子是不是？对，这样的位置会比较容易维持。因为我对你的频率都快要到额头了，频率拉那么高，每次声音都那么高。是，我觉得。虽然你不是客家人，但是把这个这个歌词也改得不错。对，这个歌词改得真的不错。也是我们制作人改。我觉得这个多了一个不错的空间哈。那整个我觉得你这个声音的稳定度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谢谢，非常不错，也值得我们去好好去聆听。谢谢，加油，谢谢。您不嫌弃，谢谢老师。好，谢谢罗哥，谢谢。不好意思，还是要看一下分数。好，我要报您本名了。好。你累退出利用嘅分數。哎呦！谢谢老师，谢谢。
6.7分，哇，小哥就是不同凡响。我们有机会吗？有机会吗？有了，应该是有机会吧？算起来就是你们赢了啦。算起来就是我们赢吧？就是你们赢，你们4个还可以分个2500啦。耶，算我一份，算我一份，谢谢。哎呀，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下次有机会再来，好不好？谢谢罗哥，真的好开心，好开心，谢谢，好，谢谢。还有，哇，也很闹热吹啊！哈，个分数总加起来是288.3分，哎，你擂台吹係289.4分，擂台吹呀！恭喜擂台吹，得到1萬元嘅獎金。好了，辛苦你们了哈！下一次有机会再来唱歌给大家听，好不好？繼續嚟邊，謝謝安志姐。一竿一點夜出皮。果然很呐，我為什麼要跟你？對呀，佢追啦，我沒做對啦，沒做對啦。哎呦，我還以為你要親我，嚇我一跳。沒嚇到會換一個人啊。冇乜嗌後嚟。來，傳統組嘅金曲對抗賽啊！我們比金曲嘅 PK 賽。因為分咗兩吹啦，有啊，有兩吹，前面一吹係屬於我嘅鬧熱吹，總比好。後背嘅啊，後上嘅你嘅擂台吹耶，你看到冇？你們不用叫那麼大聲，精神冇強用，你看。這亞一組係乜嘅？也係傳統組嘅，傳統組地盤啊。傳統組你們叫那麼大聲有什麼用啊？今日1萬元哈，非我們莫屬。好吧，加油！得到冠軍嘅可以吹1萬元哦。一般西沙一沙本兩錢，我們不差，好吧？沒清楚。來，好來。比賽雖然唔係乜嘅真實比賽，但是係真實比賽啊有獎金嘅，有獎金嗬，當然哦，介紹評審先生啊，好來哦，李秋霞先生、呂新정先生、羅英先生，好嚟，要不 TV 嗬，都強將啊，人鬧熱吹嘅，係啊，林義堅先生哈，唱下呢個心態跳歌非常嘅有味道啊，冇錯，係非常嘅饕餮，嚟帶你一條。平板嚟，彈啊！春里冇太那天呀。
勇于就前吼，真係嘅，創業嗰個對人嚟講，你冇乜嘅。輕鬆，從頭起咁樣簡單。隨時翻樣啊，你簡單對嘛嚇？係啊。冇乜壓力啦，咁唔要，唔可以啦，仲係冇乜有壓力啦。對啊，迄有壓力是因為我創兩隻起舞空樣啦，兩隻跳舞空樣。哦，係一當講我創老頭前空樣係嘅，我專跳吼，我跳我當舞。哦，所以家要冇空樣呀？要啊，冇諗到嘛？彈叫冇彈要彈出嚟，彈唔出嚟，差唔多佢差唔多空樣。要啦，要跳啊，差唔多啊，誒，是跳正線，是跳反線，冇話空樣啊。個輪老大輪長到啦。哦，所以我係之前嘅比賽團嘢嚇，唔係乜嘅真實比賽嚟講，係嘅壓力嚟講冇問題啦。冇問題啦，差唔多啊。有到壓力啦，因為我調整自家，所以係托按用來創啦。普通是冇按用創啦，係啦。還是講第一擺拄好有用數歌詞所做的按裝完。哦，係啦。要挑戰自家啦。跟呀，可能係問天先有拉冇按用。哦，先拉。從頭前種平板就去平板，頭前創喺潤嘅，創喺潤行，你係會聽能去，又會聽能去啊。係啊。我聽你建議啊，要準嘢俾人冇辦法，你就上邊嘅，問下跳係都做得，係咪？喺度香港人全部都亂創嘅，冇千位，唔會啊，亂創嘗試創有咩事咩先咯？唔等下彈嗰啲香港嘅亂創嘅，唔會啊，而家都從千強啊，千強啊，講到個小鮮肉啊種嘢，但係彈翻就啲咧，我個三副都作下香港，真係啊，我冇乜嘅事嘛，對，咁作下惡婆來。好啦，你衝出嚟啊！唐先生嚟講邊啊？嚟，請邱夏先生。好嚟，你已經過哈，能夠拿到年度第3名啊！你啊，能也唔係講按簡單嘅年份，今日呢這種人有請你來，當然啦，不同凡響。哎呦，是。唔過有幾隻事係你講啦，因為你開了眼，當到咬字要注意哈，都係唔係杜係啦。都係按樣去，都係，冇都係，呢就係哈，還有我有望滿天陽咧，後邊嘅樹葉咪記得注意哈，多少要 hip 個不足嘅話，其他都清咯，加油！我哋補充下嚟啊，對，今日你們先生創了兩小平板呢，當然啦，全部以後。我喺呢啲嘅小意見，一係我個人嘅意見。春天大地萬善莊，呢係唱萬善莊啊，簽下來。我唱嚟講三個嘅結構，撈你係每間嘛嚇，讓埋你搭配起來彈到呢三個非常優潤好彈。係啲先是那個係咩稍微好讓上出嚟時嘅，係咩講會好好彈。大家共同去參考嚇，我建議意見。這些味道一般的人，他經常喺度咩動音嘅咯，啱啱我精彩入圍，哎呦，認真嘅冇打起精神嚟好衝嘅。哦，還要看我看一下分數對嘛？好，來先嚟看下，嗱，你出嘅你已經嘅分數。解到96分啊！千多分呢？精彩咩演技啊？對嘛？分幾條咋？那第2片好嘛？小四按4上。好來，到咗裏面，然後按住先，好，然後錯，殺下來嚇。殺來，係擂台中一個職場帶來平板。好嚟，彈我啦嚇。山可了那錯，
多，所以有路啊巴那，爱莫来哟。三个了那从心莫可哟，太路了那行啊，上有了。天大哦，上啊木那，天大了可哟，耶耶耶哦哦哦。冇公平，冇公平，你看冲得很好，冇公樣啊！叫我上天子。係啊，我批拜衝安尼個，好批拜哈。但是啊，你們家有改變過嘅嘛？係冇錯。迄個是也來咧傳統嘅調嘅。按你唱這個歌詞來試看看，好吧？傳統的調係咩調？傳統的就是平板的。本來係平板啊，一般嘅平板。哎。小碎步是不是？三口了那从，不错。心莫可哟。厉害哦！在路了马行啊，上流了腿哟。哎呀，有讚哦！按你衝嗎？係。差唔多吧。差唔多，但是記得嘅詩入面，唐謝宇威老師嘅版本，所以我嘅詩看冇很準啊，你聽聽啦。但是很有味道，你會唱歌的還是真的厲害哦。不管係流行啊，傳統嘅都唱得好。但是有樣啊，冇樣，真的有樣啊，咩客氣化哦。啊，但是要傳統嘅磨酸粉啊，嚇，磨酸粉。磨酸啊，係，啲粉數咩搞出去咧，付唔出嚟。磨酸粉。好咧，充實咧，唱音欣賞，然後很公平哈。其實哈，歌子參加生日嘛，我一起主動喜歡當中意哈，因為佢上不管係從哪種歌曲哈，當場佢從伊咧都做得撈佢發揮到挺好。其實倆首歌啊哈，一開始改變嘅，第一個改變先生係那個吳勝志老師，也因為是夢倆吳先生，佢讓你嘅客家山歌改變到當到倆冇同樣嘅節奏，所以本當到後生人聽到山歌嘅時節啊，上啲愛唱嘅。原來係客家山歌，所以呢，我非常鼓勵各自生意合作，有機會加長期到倆係客家嘅山歌，可能就開始接觸嘅些唔係咁簡單，我對倆都要改變個嘅節奏，不管係搖滾啊，嚇，又係爵士，各種嘅風格唱歌，我相信山歌經過呢條來傳唱，可能哦，還係要
喊下多嘅機會，做得本喊下多嘅顏色，是冇呢？啊，就這樣子。來，看一下幾個分數啦。看下你擂台出個智商嘅分數。嘿嘿，嘿嘿，嘿嘿，嘿嘿。95.7，沒關係，我們年輕人哈，後面還有機會，好不好？對啊，再來好好的練習。練習啊，關於有機會咩特別計劃嘅樣板，再來個編啊。即係嚟參加傳統組嘅好啦。我嚟給流行歌曲先創啊嚟，先比啊嚟，當然啊。都嚟比，好嘛？謝謝，大家，好啦，快到消息，好啦，好，來沙好了，我嘅鬧熱吹啊。魚米用帶來時鐘台，好啦，時鐘台，細米用好啦。細米用，兩位主持人哈，拜都要用很嚴，細米用姐姐，我哋唔係很天天啦，其實所有嘅親戚朋友看到佢都係啊，其實學生係咩？學生係咩？哦，真係嘛，即係教快勞論太盛，咩啲係各種嘅小學嘅咩會暗險，暗險，啊冇禮貌，很細心上啊，真係啊，做唔得啊，做唔得，即係各種嘅佢講。老貨，老貨嘅，係啊，老貨。
老火诶，老火诶，哎呀，声音也是按电影一下哈。该按用电影一下吗？某胎某 C， 就现在就是没大没小的嘛，对不对啊？对吧？你遐声音迄老演你哦。大学一篇呐，对呀，每唱头歌演你讲。哦，欣赏，开口欣赏，合口欣赏，尊重，你厉害咩？老二唱朋友，对啊，时代冇共样，时代在进步，沙皮改变，系啊，冇共样啊，系啊。对啊，冇將特別嘅傳統沙威嗰檔嘢，哦，讀到先生開玩笑，先生好安樣，嘿。哦，先生講嘢也唔敢講嘢，來衝睇嚟同先生來公平下嚟。唱英先生啦，唔公平哈。好，今位你係美容台姐從嘅，你係四種台吼，還冇強用。其實按呢日版下流行嘅係從四種料，其實你係個唔係當好從，因為佢水帶鹽，到水過鹽，佢漲到13度。好，所以你係個一開始大家談嘅些，你去按帶按簡單，吼，大家咪知道冇乜嘅。咁個創到後背吼，4千long個嘅些吼，你一創到過鹽去。你就當難嚟，吼，所以你如果跳千嘅就時差到7度，吼，所以就咪講跳千長度下帶上掉，吼，後背如米來起來，哇，原來吼什麼應該上安醬，好，其實我感覺基本美容台姐從你書講佢表達到當好啦，呢什麼嘢啊，當歡喜咁個，如當排泄嘅心情衝出來，非常嘅好聽，什麼嘢？啊，醬還是苦的啦，對不對啊？辣，嘿，辣，來看一下辣妹，嘿。可以看人鬧一吹喜美容嘅分數。好嘞。哎呦！上網睇睇。要啦，果然人呐，我為什麼要跟你？對呀。你注意啦，哦，沒做對啦，沒做對啦。哎呦！我還以為你要親我，嚇我一跳。還沒下到哎。可以換一個人啊。冇問題，好嘞。好了。你剛剛說什麼？說很多。你剛剛說什麼？你要用麥克風講啊。我跟他說他們注定輸了啦。哈。哎呦。他還以為我要跟他親親。哎呦，拜託嘞。你跟我親親，我還不要嘞。他也不要嘞，好啦，恭喜啦，恭喜啦，96.9，好高啊，回做休息，等好消息哈，等好消息有什麼好消息？因為下面這一位，你不看好就對了啊，給某一天給練都親後，我不相信，你還真不看好，讓他看好，真的是，我真的不相信。好啦，接下來你擂台吹嘅黃心怡帶來19個，唐貢送100啊，轉移以後哈，非常後悔。你送買有乜個挑誒？三個字，
多 sexy， 对呀，他们也 sexy 吗？这不是 sexy， 它可爱。都挺 sexy。但是有啊，你刚刚那个中间那种间奏的时候，是那种小小的性感，微微的，好迷人哦。有什么？真的。这只能说破功，一笑就完了。形象在哪里？但是佢咩用新改编的呀？老歌新唱啊。但传统歌真经东南冲对嘛？那唱到嗰種有嗰種韻味，真係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練習真久哈。你上拜嘅中秋節特別節目嘅時候，幾拜可能拜得嚇到嘅。先生都不想幫我評分了。正經誒，唐貢送一拜啊，轉移以後哈，非常後悔。對，還有笑死，他想要血池，加緊訓練，係嘛？有訓練。有訓練去改哈，我們再來回味一下，表演一拜哈，回味血池嘛，對不對？我不確定哎，血池，沒空聽了，但我們很確定。如果又唱壞怎麼辦？唱壞就壞了，你剛剛已經壞過了，你剛剛也沒多好啊。我講飯食菜，我上次衝馬街。你就衝馬果子，紅豆鳳愛動中醫。哦，對，你上也上就係你，哈，你上馬有乜個跳誒？三個字，對。上次就就衝嘅是三個停。哦，來咧。時風果王愛動中醫你上也上就係你，哈。夢啊，愛動中意你呀，你想的我來呀，想啊，就係了你呀。哎呦，青米啊，佢唱到青了。清明30詩啦，懂啦，咩算係有始有終啦吼，30詩老追迷30詩。真的，所以很多年輕朋友說，哎呀，那個唱那個山歌看不起哦，真的來唱慣啦，真的來唱慣啦，講真的冇人改咧，真困難，真的啊，冇真的冇人簡單，冇人簡單，啊，好不容易，所以二度傷害啊，來，衛生總先生來，衛生總先生。那位演唱有美貌的王小姐，唱了19個，我講調酒啦哈。雖然講老一般冇通訊式的人唱，不過王小姐你唱哈，70%有接近我哋傳統嘅唱腔。哦，有接近呢，70%。呢條歌係一種唱歌和調皮嘅用嘅歌曲啊，賣酒嘛。幾條三個唱到以後，我找他在你嘅訪問，嗰個主持人老主持人又講，你中秋節冇嘅唱3個字，佢他生日要唱加多嗰種係3個。我認為哈，我建議啦，你係上面度嚟唱3個，非常好嘅一種挑戰嘅一個人。我個人認為哦，我建議你學嗰度傳統嘅三台曲調。小調你咧唱咧後生人咧唱嘅地方嗰樣，當簡單嘛嚇。你3台調，你要個細胞啦，要個大戲。我建議你咧唱嗰度加油。好，來，看一下幾個分數啦。好，來看一下你擂台吹風先嘅分數。還好，96分，差一些，差一些的清後嘞。老師是佛心來的，真嘅，我知道沒有，什麼欣賞啊？什麼欣賞？所以剛我欣賞講，講嘢上適合唱嘅歌，你咁我有希望講我哋學嘅東西。
希望有机会。有上个好啊，上个好，因为传统歌洞后堂，真给，真的有我们客家的传统文化。蒙空庸加油加油加油！感謝繼續加油！你擂台吹嘅，所以贏輸嘅嘛。買輸咧，係咪衝水好冇？還有兩組啊，還有一組啊，對嘛哈？聽啊，有冇聽過嘅啦？個分數加迄個出面贏後尾個兩位動力。我已經贏嘅組唔記得歌詞。哎呀，呸！佢冇可能。我這邊是碩士組的，我跟你講。係啊，我啲啦，好啦。我偏嚟賣你嘛。我啲。李文芬。係李文芬，還有莊美珍帶來柴米歌。團兩嘅歌來。嘿，大家聽下嚟，團兩嘅哦，咁唔知個什麼團乜嘅東西咧？阿哥，你就讓我躺定啦。對面嘅阿哥嗌來滿滿意喲，馬街燕燕菜半天，馬街燕燕。妹們嗌見秋來採，月光圓圓菜半天，薑子圓圓，薑子圓圓妹面前，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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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呦呦，得呦呦，你講菜對麼？cây chua cả vùng ngày yo, trái tuổi đi yo, trái tuổi yo. Sai rồi à? Thắng đi rồi à? Tuổi niên cây a cô dài là muốn quên yo. Muốn rồi à? Cái yên yên su sông tiêu mà cái yên yên水中煙霧阿妹們嗌見秋來採，金子圓圓樹上吊，何入人人，何入人人水中間，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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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菜對麼？對對對，本兒菜對了。計出個家門哎呦，菜對了喲，菜對了喲。樣板人啊，我家本愛麼啊？愛咗我愛咧，還有哦。嚇，唔單數量哦。肯定來嘛。對面嘅阿哥在了滿滿意哦。滿來啊。馬街無姜為上天，馬街無姜為人天啊！阿妹們嗌見秋來採，多人無腳為上天，讓盤無腳我，讓盤無腳為樂天，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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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呦呦，得呦呦，你講菜對麼？對對對，本兒菜對了喲。計出個家本愛喲，菜對了喲，菜對了喲。兩位先生好，兩位主持人好，係啊，創一個嘅我記得嚇，即係表情咧當重要啲。係哦，你創起來，佢感覺冇強用咧。我知道嘅文份哥哥創作的，創嘅面做唔得。他表情比那個唱的部分更吸引人，真的。有點煞皮嘅咁樣，哎呦呦，哎呦呦，對。
哎呦，真可爱！要表演就要有唱作俱佳。因为舞台上嘛，你舞台上你一定要比较夸张一点嘛，对啊，较夸张的。冇你台下演演我看唔清楚啊，我感觉你冇乜表情的感觉，一听到啊，较太的喂，啊对吧？有经验的就要用。你硕士论文时间有下多一部分吗？冇啊，讲下，他学术性的，合法的东西啦，三个合法的东西，冇讲了小部分。哦，真的，这个也是很重要啊，对不对？舞台上的表演，对吗？那个是某个的肢体动作，对吧？嘿嘿，你学了就小可就踢到，有小可有讲到一些嘞。所以考听有歌啊。有呢，证书都拿到嘞。哎呦，现在是硕士生。嘿呀，哎呦，尊敬。那活到老学到老，是啦，活到老学到老。係聽錯誒。英國人又學夠千攞嘅咧碩士生。冇嘢好學夠。冇啊，還要邊他攞啊？有啊，有啊，哦喲，哦，真哦。70歲還有啊，70歲還有啊。哦，真嘅係。所以我還有機會啊。有，對，如果記憶力好的話，有空的時候。用力。好，你們合作動到拜。我都兩沙合作2年呢。2年啊。哇，所以那個默契已經很好了啦，根本不用什麼練習了，唔知哈。冇練哦。冇練哦。難講出來。還有作弊哦。哎呦，傻屁哦。作弊哦，哎呦。我叫練冇叫。冇還唔是啦，各自發揮啦，要是夠動手嘞，動手嚟都舞台上見啦，哎，反正台上見，然後舞台型歌手對嘛，哎呀，來你要衝出來了，唐先生公平來，來，兩沙個合作啊，哈，出帶我有談過，兩沙個聲音非常好，啊，然後請搭對，啊，不過因為今日面真吼緊撩你，你是緊衝緊刺過，是緊衝緊夾，即個唔有感覺，你睇我見到你打破緊對是緊夾，強我對唔到咧哈，啊記得唱歌就係撲個記得撲個就係你一肩膊嘅，按照打柱子，哦，基礎，記得冇哈，基礎你啊緊衝緊夾，個膊會彎咧，啊記得啦，啊，所以你兩沙個韻腳冇法講，但是記得。我記得你肯俾佢撲嘅猜，哦，好嘛？其他都簽咯，繼續。好啦，可以係兩邊分數，好嘛？咧，最嘅呢部分係要仲未整嘅分數。哎，冇問題，2,500夢拿啦。我那先恭喜啦，現在變得好做啊！所以你們下一組行到呀，行到邊啊？愛咯，幾行千難講嘅，你黑白無常三副都做好咧。做好嘅，冇啦，寫下冇啦，等一下嘅。對，有請人個組。你擂台組嘅梁先生還有劉美玲帶來鼓手寬等。哦，我來看衝動樣板啊！笑連連，踏出台門前，明夜正冬天，身家電風，手啊手把片，風手海手煙湧，三寸小銀蓮，如是姑娘甲水看見，你的小銀蓮那一帶有水銀看見，你的小銀蓮那一帶有帶有。一江古索，漫步台阶上，演手接不惊讶，金頭落木鐘，光看鳥飛翔，只看金風舞，
很多想讲，阮有带好风，说实话两无风，将讲无风中，有家带动作，今夜你吧，夜夜思归风啊已在哟，今夜你吧，夜夜思归风啊已在哟哟在哟。三家故所来到发电厂，电彩景好地方，难够分享。锣鼓摆英雄，到处闹涌涌。有一夜一笔小面笼，何必那米男子怕闹一般用。心上开口门，多谢尊名，来在那一风啊已在哟，用手把人，三年同前梦啊已在哟哟在哟。一个呀，冲跳嘞，重新改编完全无空调啊！哎，很多人跳舞，哎呦，不是那什么样了呀？哎呀，这个歌是小康老师吗？小康老师哦，改编的。哎呦，小康老师哦，你那还搞啊呢？因为爱腔啊哈。改编都清后堂。哎呦，谢谢小康老师，谢谢小康老师，谢谢。哎，不容易哈，各位。忙着唱歌哈，对，就是其实唱的时候还是会害怕啦，会紧张哈，对，会紧张。啊，米林呢？我怕忘词啦。你的口会词黑哦，我只会说。要对米林来讲，咩动态挑战的，系啊，对嘛哈？你应该听忙是演，你讲崇拜按那传统的三大调的东西，你是唱过吗？三大调的东西有唱过吗？没有吗？没有吗？啊，没有，一下就挑战这个东西哦。嘿哦。厉害哦，厉害哦！这个基本功很扎实啦。但是我看你们这改编是很好啦。黑啦。但是唱的部分，因为舞也跳得很好啦。唱的部分我觉得今天不好说了。对，也就温馨上做，温馨上讲好嘞。奖金就让前辈了啊，让老人家了啊，来谈一下欣赏。唱一下欣赏。好，今位来谢谢韩国米林从来固守肯定啊，我相信，俩首歌曲哈，就改编到歌词改郑宪基欣赏，郑宪之老师还有改编这个歌词哈，我相信如果他还在，他听到的话，一定会跟你们一起跳舞哦。因为郑先生係只雖然佢係按呢個老前輩，唔過佢係入位哈，當做在接受後上應該東西嘅入位欣賞哈，所以按呢就會按尊敬佢，因為我啦線線下數哈，線線我終於講評到你咯，係啊，其實哈線線非常嘅怪，我想按我佢一下，佢係只當怪嘅後上音，按呢家家堂都動動應講啊，現在的年輕人不行啦哈，怎麼樣？但線線非常的棒，因為我跟他帶他去澳洲表演的時候，佢不管係從啲傳統嘅歌曲，嚇，又係學新嘅歌曲，甚至係親欣賞學教佢跳舞，非常嘅認真，錄人啊嘛嘅嚇。讀動好，所以線線係只非常怪嘅聲音，我想你係後上音做得像安用不容易誒。那美玲也唱得非常棒，希望你能夠繼續學習一些新的客家傳統歌謠，我相信你的客家話會進步得更快。對，謝謝。馬來西亞客家人也很多啊，對吧？非常感動。如果有馬來西亞結合，就可以找美玲Q阿姨啊，你們是有影響力的，因為你們年輕，你也有沒有懂得歌迷朋友啊，也喜歡你們啊，你如果改編這個東西。糖豆覺得原來傳統東西他會受你們影響，也相對的也會喜歡這個東西，就會接受這樣的音樂形態。好，好了，
好，来看一下人家都哪一朵分了啊？看你擂台吹嘅梁先生還有劉美麗嘅分數。哎呦，97分哦。没關係，嘿，9分，9分，但是3組痛擊啊，對嘛？我鼓勵佢哋啊，對，緊張，繼續加油，加油！好，發揮你們的影響力，繼續影響年輕朋友，來學習我們客家文化，好不好？加油！好，加油！回座休息。好了。哎呦，所以一下目前分數統計起來哈，俺老熱吹289分，俺哋擂台吹288.7分，老熱吹贏了，恭喜連老熱吹啦吼，總兵勇氣，哎呀，恭喜那了對啊，恭喜，你們也辛苦了哈，辛苦了，稱讚的，學這個歌也不是那麼簡單，那麼容易。沒關係，下次有機會再來血脂一下，好不好？再拼一下，好不好？今天的節目已經到此告一段落啦，唔錯。結束啦哈。好，從各個朋友打電話來，966667666，還有傳真電話0217778232，點打電話。啊，等大家都打電話啊！好，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安尼，我們多謝辛苦評審現場啊，謝謝老師，謝謝。是夢各位好朋友。謝謝，繼續加油，你跳上癮。是夢辛苦的小強老師，還有我最欣賞。謝謝老師們，辛苦嘞。是夢嚴重的工作人員，辛苦嘞。對啊，大家辛苦了哈。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老熱大擂台，老熱共下來，再見，拜拜。对爱。